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15年，阿爸，我等你要受卡洗手，退出监狱。本来我叫伊讲真困难，想要教我用这种方式来达成你的心愿，得付出15年自由的代价，安尼唔知有够无？今仔日是你8年。你也不要惊出去，他们才给你办。姑娘，你做啥啦？无啦，我咧看你咧看册吼，惊你甲你吵着啦。你讲这个啥？你电话你手举起，去互你没转去，这支吼我去甲你订做来啦，你看下顺手无？免你去无啦。也来我讲。安尼接当？收当哦，我摕来改。免。安尼个拄好咧。对啦，就穿安尼吼，手举咧吐一个，明仔日批清吼，到时就送爷你安尼。你举这个遮尔重哦，我来拍你哦，拄好啦。无咯。你家己要讨皮。这支吼是要你放心的，唔是要叫你修理我啦。杜总大，啊啦，最近好有气啊，怎么可能这细汉的啊？哟，杜总大，你也咧看这种风水册啊？杜总大，我今日是哦，专工要来甲你。我今日是好意，专工要讲代志的。我这个嘛是好意的，这个就是要来报答你照顾准义啊。我这个无用，你甲我讲话后摆再来。
老总，你敢爱着？无认真，也无解，你敢爱着？你敢爱着？这是你家己讲的哦。嘿嘿，总爷，赞。这个哦，就是来退准义啊，吐一口血啊。对。哼，嘛是大哭哭。喂，我咧拼厝内，你无来做三工，你上这颗果子是要念啦？啊，你唔食饱咧收营，啊，你拼出来要创啥啦？迄规个天棚牵地都是牵硬咧，无即个就看口的哦。啊，母啊咧？家母去菜咧收草啊。你收草？收草。我咧想讲哦，我若来买一台车哦，停喺只树仔骹哦，搁免惊哦日头晒着，钱拄啊好。你想要买车？啊，但买车哪有啥事啦？你爱知影咧，即摆出门哦，人拢叫我撩档的。啊，我做撩档的，无买一台车哦，拢无零价，你知无？等是捌啥？对问的。啊，你车要停喺这个所在，啊，一块果子，啊，你何必来卡掉呢？无唔对，我也就是安尼想，要将这果子哦，甲敲掉，安知无？拜托咧，这块果子哦是恁厝的风水呢，恁若真正甲卡掉，我保证恁老爸人为瓜茶底白个讲你唔食囝。你是不是等下后边讲呢？要等下。喂，你等。啊，咱有一件代志吼，小参详一个应的。会的咯，什么代志？哎呦，打恁老爸把你拢做过啊吼，那你遐你也知使你分本的袂啦？你哪只翻颠啊？啊，人都讲过啊，阿爸对年了后才要分财产。啊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当我是咧紧张啥？财产若紧分本的吼，我头仔过来买厝啦。遐若无吼，规工叫我拼这间拗狗厝，想到我就忝啦。我无甲你讲耍笑，买厝代志我真早甲你讲过啊。你真奇怪呢啊！分财产还分财产，买厝还买厝，你也分好好啊！啊，买就买啊！若来过啊买一间厝吼，嘛会当表示我的身份对无？啊，囡仔读册哦，嘛免当再来再去，嘿，计偌成功的。这你讲的啊？无唔对，一家之主讲的。你啦，你先讲啊。我的头路已经试掉啊，死掉呀！我要搬登下港，叫我哪遐大，安尼我就袂无伴。是讲安尼嘛好啊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甘愿逐礼拜拢会来甲你面会。林义春，时间到。我逐礼拜拢来互你看，安尼你就袂感觉我愈来愈老。所以你先做。无啦，毋知是关越久哦，煞人煞愈来愈无义气。你莫笑我。我免来笑你。你放心，罗总大甲美露因拢真好个。我搬登下港，我会定定去看你老母。母啊，你迄身份证印啊，叫因好好互我者。母啊，叫银铺啊，身份证印啊，互我啦。啊，但这是要贷款尔，也毋是要卖啊，咱嘛会用继续这样做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办好势，伊那个身份证就会记现我，毋通甲我放弃咧。袂啦，我若拢办好势哦，我会紧害你啦，你免惊啦。阿母啊，来，今我鸡汤给你啉。
来无？阿母啊，这汤还趁烧啉呢，哦，这汤真补哦，啉歹啉。对了，母啊，你看你落去啊，对这里饮泡，太小斤啉嘛。母啊，你若真正啥物代志哦，一定要报告阮老爸知影哦。你即摆你小心甲讲。我哪有项代志拢甲恁爸讲？毋是讲我爱讲你，阮老爸还伫的时阵啊，你得鼓吹阮翁仔某去几下遐买一间仔厝。当阮即摆要咧买土地起厝啊，你煞咧无欢喜，啊你嘛真奇怪呢。恁爸伫的时阵歹创创，性地真歹，定定安尼甲你恶。啊，我吼看了袂过心，毋才安尼讲。啊，他即摆伊无伫的啊，啊这厝内都你做主，你发落我。啊，即阵即摆规间厝看拢伫的，你安怎嘛袂要紧？安怎就安尼赶紧讲要搬我出去，要去外口买厝呢？哦。母啊，即摆若无利用这机会买厝吼，后日咱几下遐留在客吼，一间啊几落百万呢？是啊，阿母啊，你想看觅啊？啊，文成要毕业啊啦！哎呀，做兵倒转来，嘛马上娶某生囝啊！嗰个时阵哦，金宝甲阿玲拢大汉啊，啊咧收拾了转来大几工啊！咱兜房间也无够大，你别个甲我看目睭情啦。也毋过。好啦，母啊，莫搁当咱毋过啊！啊，你也莫安疑东疑西啦，我决定做的哦，绝对无毋对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去决定，你去做主啦。啊，只要若文成甲阿丽啊拢无意见吼，恁兄弟仔两个哦，财产家分互平就好啦。为你即摆注意也无伫个啊，我要来困啦。啊，你若母咧下段，愈老愈啰嗦，愈爱聊。你若你莫插伊就好啊，等你毋得。嘿嘿。哎呦，拄好好啉哦！哎，宝，你搁搞点哦，食芳。哇，赞！哎，我要今日带书过来遐哦，慢慢来较紧。我甲你做下去。好。老爷，天明要他地价摕去借钱买厝，我应该爱互你知影较妥当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姐，小姐。哥哥刚才当较准伊面。吼，无安怎啦？啊，你去打甲准伊啊，啊，电话拨打转来尔，啊，就即摆开始咧算了。我，我输你，我输你。哦。你做你的代志，你莫烦恼我啦。嘿，无你讲啦，啊，你是我的小妹，啊，我唔烦恼你，无咧烦恼啥物人？啊，是准伊啊，因兜的人刚好咧管伊死我，啊，甲你这个戆查囡仔，啊，你替伊咧收尔。唉，算起啊吼，伊迄门啊天顶对一个拖鞋钱哦，下翻落来，啊，拄着你这个福气啊，去甲拾起来，实在有够冤枉。我算互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啦，你已经等来8个月啊，你敢若还甲准伊啊棉花以外，拢拍得要戆神戆神。拜托一个无，你嘛要甲伊拍算一个。哎呀，你是毋是嫌我无头路？伫厝内咧饲，白白开你的钱，你咧毋甘哦？无毋对啦，我即摆吼就是甲了天命同款啦，肉亲无认的啦，啊，对无？伊住伫家仔尾尔呢，啊，定定对咱门口口过，伊敢有咧甲你烧借门？伊敢有咧关心准伊啊生死？我即摆就甲伊同款迄种人啦。哎呀，歹势啦，是的啦。
好啦，我这遐尼细心的，讲正经的啦。我安尼看你吼，规工安尼油头甲面哦，也无什么笑容，你感觉哎呀上班偌艰苦的，哦，钱无啥货啦，来，出来，哎呀，你讲，你看。哎呀，准备讲这个所在，甲你整理理，甲你用一个专柜，互你咧卖迄查某人化妆品。啊，若你装潢的哦，会是哎呀该，啊小可你来做，好无？好啊。对啊，哎，台北好无？台北迄个大楼的管理员啊，敲电话来啊，前几工啊，讲迄间厝人要做，啊你安怎？阿兄，我不爱做。迄间厝是我甲准义伫台北去收。停车啦！我可以停车，你有听到？阿丽，你稍等下，听我讲啦。阿丽，你先听我解说，等我讲了哦，拢随在你好无？阿丽啊！你甲我放开啦！阿丽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为着我，你莫阁所有计较，好无？你看，你甲我丢掉的，害我互伊拍甲安尼，这叫我莫甲伊计较。迄时阵你啥无甲伊丢掉的，互我甲伊拍，你还叫伊莫来甲我计较？阿丽啊，我是考虑你两摆冤家，我哪可能挑你互伊拍啦？阿丽啊，我会保障你啦。看你要啥，你甲我讲好无？阿丽，水仔，以后我若是冤家相拍，你着闪较边仔咧，当作无看到。我一定要好好甲修理一下，莫互伊叫讲我是真好欺负的。敢对你爱安尼？对着你哦，我啥物落毛唔忙啦，你一半互伊，剩下一半互我就好啊。我敢若要求公平啦。好，你若是感觉委屈，我随时都会当离开你。好啦好啦，你讲啥物哦，我拢答应你啦。随在你哪讲啦，只要你莫离开我就好啊啦。我甲你跪好无？阿丽啊，无你我会死啦！袂见笑，起来啦！起来啦！再靠半半啦。阿母，转来啊！我无带找姐姐。阿母，阿丽，你，啊，阿母，这吼我是骑脚踏车无注意去摔到受伤的啦，你唔通我白想啦。啊，你这阵转来是要住几工？过2工，恁爸就做对面啊了。阿母，我无要转去啦。啊，我随要走啊。阿爸对年的时阵，我会搁倒转来啦。阿母，这钱哦，你留咧慢慢来用，会记得哦，莫有大声音哦。阿母，这物件互你啦。阿母，安尼我来走啊哦。阿丽啊，阿母，啊，什么代志哈？啊，恁大兄弟喺街仔尾起的迄间新厝，这2天要搬过啊，你敢有去看卖？好啦好啦，我等下就去啦。老的哪弟的吼，看到阿丽安尼，唔知安怎想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无啊，
你莫遐尼老扣补好无？迄衫裤遐尼多，若是袂穿的，看是要予人，还是要单调？啊，你赶过面要创啥啦？爸，你有够奇怪，你款你的，我扣我的啊，我衫扣起来一个我用会着嘛，你管这要呢？你莫歹插你啊！嘿，阿母啊，嘿，你转来啊？阿母啊，我要入厝的贴啊吼，我拢印好啊。啊，若是有人包红包来哦，啊，你才替我收者。啊，贴啊摕伫遐，若有人来问哦，啊，你才摕互伊者啦。对，阿母啊，啊，你知影我要入厝，你买礼物要送我的？阿丽啊买啦，阿丽啊买，阿丽啊咧？等去台北啊啦。啊，伊毋转来心酸的。啊你是人是要请人客，啊要等多请？遐都阮老爸对年讲啦，啊，要当要开啊，要去间餐厅请。我你即摆讲啥？恁老爸对你迄天，你要入厝请人客？哎呦，这个代志讲出免哪会听的啦，讲不准啦。无啊，母啊，啊你讲不准，我甲你讲过，我贴拢印好嘛，寄一挂出去啊。啊你即摆才甲我说不准，母啊，你是咧甲我作对的？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担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